時顯示係8。好，嚟日起步跑得好快，慢咗，最快彈出嚟嗰隻呢就係獵寶勤嚟㗎。咁啊見到第2位嘅馬啦，中間有天火同德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呢仲有呢隻千杯啦。第4位戰企飛啊，內欄第5富貴區，第6位63紅帽呢就東方福寶啊，內欄紅衫咁啊呢個63紅帽第7位呢仲有天喜雲啊，後邊嗰5匹馬力險大將快樂寶寶啊，尾3跑得好快啦，尾支快活同盟啦，暫時殿後都幾搶口喎，嗰隻就太行美景嚟㗎。好啦。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獵寶勤就貼欄放嘅，第2位嘅馬外邊走上去就千杯啊，第3位黃帽外邊啊天火同德啦，第4位埋邊內欄位置有富貴區啦，第5位粉紅帽有戰企飛啊，內欄位置就天喜雲啊，攞出去外邊63紅帽就東方福寶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先有快樂寶寶掟到最出呢，就係呢隻力險大將啊，跑得好快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獵寶勤拋離對手有個幾身位啊，埋邊追上嚟嘅馬就天喜雲嚟嘅，中間有粉紅帽嘅戰企飛響入邊上太行美景，外邊呢仲有隻快樂寶寶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獵寶勤擺咗喺前面走一放到底啦。第2名嘅馬係天喜雲啊，第3呢戰企飛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埋邊位置又係擠咗一段嗰隻太行美景啊！結果今場賽事係咪真係贏在起跑線呢？咁啊一開閘就已經彈出嚟，就係呢隻獵寶勤。結果一放到底啊，天喜雲第2，戰企飛第3，第4名埋邊太行美景。仲有係延續蔡玉漢嘅旺勢啊！獵寶勤嚟到第30次出賽，卒之都贏啦。第2名天喜雲，第3呢戰企飛，第4太行美景。頭3名嘅賽區呢都係啲內檔馬嚟嘅，太行美景呢去到 last 又係用翻上次嘅招啦，雪入去內欄嗰度上。咁嗰隻千杯啊，哇！早段俾嗰隻天火同德第12。好，你一起步獵寶勤又係快閘啊！博愛先鋒都快，埋邊有佳運發走咗上嚟啊！出邊粉紅衫呢就環球英雄第4位啊，第5位嘅馬呢，出邊有美麗邂逅啊，內欄橙衫呢就領袖勁力啊，黃衫馬林入邊仲有輕功猛男啊，後邊個5匹馬勝多多添開心啊，尾3粉喺呢個呢就係淺藍帽嗰匹呢有呢隻疾風才智啊，內欄淺藍帽黃心啊神意金剛啊，暫時殿後勁炮王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啊，大熱門呢隻獵寶勤啊放咗出嚟跑㗎啦。外邊環球英雄啊走咗上嚟第2啊，第3位嘅馬有佳運發啦，第4位出邊美麗邂逅啊，中間第5嘅馬仲有博愛先鋒藍衫紅帽嘅，第6位係勝多多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領袖勁力，中間輕功猛男出邊天開心啊，後邊嗰3匹馬疾風才之神意金剛包尾入直路係勁炮王嚟㗎，好啦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獵寶勤呢揈咗出嚟中檔仲係佔先嘅，見到中間位置追有博愛先鋒啦，中間仲有環球英雄啊，響外邊啊美麗邂逅，內欄上少少個佳運發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獵寶勤拋離群區啊打搭贏㗎啦，博愛先鋒係第2啊，環球英雄第3，領袖勁力跑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獵寶勤咁啊開竅之後呢，上翻嚟4班一樣輕鬆贏馬，第2名呢出閘快嘅喎，谷草千亦都成日響度呢排，博愛先鋒、環球英雄都贏開啦，第3、第4名呢領袖勁力喎。犀利啊！贏完開竅啊！呢隻獵寶勤啊，上4班再贏29蚊啊！臨尾係第2名博愛先鋒，第3環球英雄，第4呢領袖勁力啊！啲賠率咧可以，原來低處未算低，頭先都話已經偏熱㗎啦，而家得翻29蚊。未見高喎，900幾萬獨贏飛喎。哇！哇！好有信心，好有支持度添啊！咁可能又回復翻即係放頭